喜将军，喜得千金。好。赵副将，来看看我的孩子，真好，果然很俊啊，浓眉大眼的，有大将军年轻时候的风范。小弟恭喜大哥，后继有人，虎父无犬。会不会说话？我这是女儿。是，我一时口快说错了。这女孩也很好啊，这英气勃勃的，一定是巾帼英雄。爹一定把你养大水灵水嫩的，到时候成为迷倒众生的大美人儿。那个时候，这一次，刘盈生在将军府，名叫风尘月。恭喜将军，喜得千金。我想他这回终于可以变成戏台上那种细嫩嫩、香喷喷又娇滴滴的世家小姐。没想到娇滴滴的是我，而他呢？都认真点的，将军说了，这次比武谁夺得头魁，就让他当千总。还是高阳厉害。起来吧！他呀，就爱舞刀弄枪，比男人还男人，更继承了他爹遗志，执掌将军印，常驻边境，抵抗东罗国的侵略。高阳的身手的确了得，我军有这样一位人物，可谓是如虎添翼。高阳，擢升你为千总，没有人会不服吧？服！谢将军。比武本是点到为止，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你却为了求胜不顾分寸，罚你20军棍，长个记性。是，将军。不过你这种不服输、拼到最后一刻的热血，很值得学习。升你为把总，给兄弟们做个楷模。谢将军。擂台比武，大家都有进步。今晚加菜。谢将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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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